兄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11月29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25篇第1節到第10節。尼希米記第9章16節到25節。帖撒羅尼迦前書第5章12節到22節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尊重。講到尊重呢，有一個先決的條件，就是袂當驕傲啦吼。因為驕傲的人通常是攏安尼鼻孔頂懸，看袂起別人安尼吼。所以，這要尊重人，就愛無驕傲啦吼。伊若無法度去尊重人，個無法度去看到其他人的成就。講要尊重，其實對這驕傲的人來講是無足簡單啦吼。就像聖經內底咱看到猶太人啦、法利賽人啦、經學士啦，以及猶太教這個祭司攏共款。因為驕傲就完全拒絕上帝普世救恩的旨意。因的驕傲也親像因的做共款，因選擇離開上帝，拒絕上帝，遵守上帝的誡命。尼希米記這個第9章16節到25節，先知安尼對以色列人講：但是阮會咧做驕傲自大，硬心毋肯悔改，無聽從你的誡命。因毋肯順從，無紀念你佇因中間所做的奇事，竟然硬心毋肯悔改，家己設立領袖，存心悖逆，想要活倒轉去做因奴才的地。總是你是歡喜赦免人，有恩典，有憐憫，無快受氣，有滿慈愛的上帝。嘛無放煞因，雖然因做一隻牛仔，講這是帶因出埃及的上帝，安尼大褻瀆你，毋過你有極大的憐憫，無放煞因佇曠野，日時分條嘛無離開因，帶因行路，暝時火條嘛無離開因，照光因著行的路。你想使你良善的神來教示因，無收回你的嗎哪，互因無物件通食。因的喙焦的是油丸，想使因有水通啉。佇曠野40年久，你養飼因，互因無欠甲半項。因的衫無破，因的骹無碰拍。你將列邦甲遐的人民交予因，將周圍的土地分予因，因得到希實本王西宏的地，甲巴珊王噩的地。你予因的子孫親像天頂的星漢濟，帶因到你應允因列祖，要予因承接的地。因的子孫入去承接迄個地。你佇因的面前制服迄所在的住民迦南人，將迄所在迄個地的君王甲住民攏交佇因的手，出在因的意思對待遐個人，因攻取堅固的城，肥的土地，得到放滿逐款好物的厝地，甲開綿綿的水井。葡萄園、橄欖園，甲真濟果子樹，因得到食飽，身軀肥，因為你的大恩，心內快樂。就算是以色列人的驕傲，違背上帝的誡命規範，但是上帝猶原用慈愛來對待因。保羅是一位非常謙卑的主僕。伊嘛看免初代教會基督徒應該著愛彼此尊重，特別愛尊重遐個佇教會內底
互主所竞选来指导因宽免人的使动。保罗伫写批互教会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2节到22节讲着：兄弟姊妹，请恁着敬重伫恁中间得着我，嘛是主竞选来指导甲宽免恁遐个人。搁着因为因所做的工，用上大的敬意甲疼心来对待因，恁家己着和睦相处。兄弟姊妹，阮苦劝恁警戒贫惰的人，宽免无胆的人，帮助软弱的人，对正人着宽容，恁着谨慎，毋通用歹报歹，着不时着迄个彼此以及所有的人做好事，着不时欢喜，着继续祈祷。无论什么款的境遇，拢着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。爱恁者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，毋过拍花圣神的火，毋通藐视先知的话，事事着查验，好的着持守，一切邪恶的着弃杀。的确，若是迄种无尊重遐个受呼召，伫着竞选来教导、来宽免的使徒，怎样会通接受着上帝的诫命甲指引呢？因为骄傲的人听袂入去别人的意见啦，佮较是会拒绝上帝的教导甲律法的规范，来行家己的路。因此，基督徒应该爱学习谦卑、顺服，愿意领受上帝仆人的教导，做伙来进步。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：上主啊，我的心神仰慕你，我的上帝啊，我信靠你。毋通互我失败低到见笑，毋通互我的对敌因为赢我来看口。所有听候你帮赞的人，一定袂低到见笑。会拄着见笑的是遐个无缘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将你的道教示我。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，教示我，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规日听候你。上主啊，你会记得你的怜悯甲慈爱，因为你对古早就安尼对待人。求你毋通记掉我少年的时的罪过甲过失。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，因为你的恩惠会激励我。因为上主良善甲正直，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。伊要用公平引带谦卑的人，用伊的道路教示谦逊的人，守伊的约甲伊的诫命的人，上主拢用慈爱甲信实来款待因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愿意谦卑，愿意尊重主的仆人，并且愿意全心全意来支持，互因会通全心伫教导的服侍。互众人得到利益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用不变的疼甲恩惠来款待阮，也差遣你的仆人来提醒教导阮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